快手01024短線生死線對決，技術指標55波，如何捕捉窩輪黃金切入點？快手近期走勢相當波動，今日28日截至11點52分，股價波動 56.25 至 58.8 元之間，最新報價 56.45 元，微跌 0.27%， 但過去3日振幅高達 9.51%， 顯示市場對這隻科技股分歧明顯。技術面來看， RSI 處於51嘅中性水平，既未超買也未超賣，但移動平均線呈現賣出信號。MA10 60.24 元與 MA20 60.22 元形成死亡交叉，反映短期趨勢偏弱。不過牛熊力量指標與一目均衡表卻顯示買入信號，這種技術指標嘅矛盾現象，正說明快手目前處於關鍵轉折點。支持位方面，首個關鍵位在 52.9 元，若失守可能下探 47.2 元，上方阻力則看 62.8 元及 66.4 元。值得留意嘅是，快手股價已連續多日在保利加通道中軌下方運行，但通道寬度正在收窄，預示可能即將出現突破行情。你認為快手會先測試 52.9 元支持，還是能一舉突破60元心理關口？產品回顧顯示，3月26日提及過嘅牛證與認購證表現亮眼，匯豐牛證61622兩日大漲 26%， 瑞銀牛證62929亦升 24%。認購證方面，摩通22795與瑞銀22986分別錄得 20% 及 14% 升幅，這反映當快手股價稍有反彈，相關槓桿產品就能帶來可觀回報。你是否也曾在這些產品上獲利，還是錯過了這波反彈機會？若看好快手能展開技術性反彈，認購證與牛證是理想選擇。匯豐認購證22694，行使價 60.05 元，槓桿 5.9 倍，以及瑞銀認購證22986，行使價同為 60.05 元，槓桿 5.8 倍，都是引申波幅合理嘅高槓桿產品。牛證方面，摩通牛證55597，收回價48元，實際槓桿 4.6 倍，與瑞銀牛證55502，收回價49元，實際槓桿 5.1 倍，都適合在現水平部署反彈。相反，若認為快手反彈冇力，可能再試低位，認沽證與熊證值得考慮。信證認沽證13749，行使價 53.33 元，槓桿 3.7 倍，日價與引申波幅均為市場最低。摩通認沽證14088，行使價相同，槓桿 3.2 倍，適合穩健型看淡部署。熊證方面，發興熊證59708，收回價65元，實際槓桿 6.4 倍，與瑞銀熊證60041，收回價64元，實際槓桿 6.7 倍，都是捕捉潛在跌勢嘅利器。市場對快手看法兩極，有投資者認為50元以下才值博，也有人看好短線可反彈至60元。你屬於哪一派？會選擇在現水平部署反彈，還是等待更低位置？你認為快手嘅短線風險與回報比例如何？歡迎分享你嘅操作策略。想掌握更多像快手這類高波動科技股的短線操作技巧，即刻關注港股窩輪 Jenny， 獲取最新市場分析與槓桿產品部署策略，讓你在每個轉勢時刻都能把握先機。